世界名人素食观，其实我们所熟知的名人也有很多是崇尚素食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说过哪些有思想与哲理的短语，以致让人们失去无情摧毁低等动物的生命。他就永远不能体会健康或和平的真谛，因为人们若不能停止屠杀动物，那么他们就会互相残杀。的确，播下谋杀及痛苦的种子的人是不能可收成快乐及爱心的果实的。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地势定理的发现者，西方的素食主义之父02，我的朋友们，不要让罪恶的食物玷污你们的身体，只有畜生才用肉来满足自己的胃口，甚至不是所有的畜生都这样，牛、马、羊等都吃草为生。毕达哥拉斯，西方的素食主义之父03，我对人权和动物权益一样重视，这也应是全体人类该有的共识。林肯 Abraham Lincoln， 美国总统04禁绝肉食，就是远离罪恶，重舍纯真。塞尼加 Seneca， 著名文学家领悟我在年轻的时候便开始吃素，我相信有那么一天，所有的人类会以他们现在看待人类互相残杀的心态来看待谋杀动物的行为。达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06， 不要使你自己的胃成为动物的坟场。一位回教先知悉人类谋生的方法进步之后，才知道吃植物。中国是文化很老的国家，所以中国人多是吃植物。至于野蛮人多是吃动物。孙中山，中国国父令把我想到就觉得很震惊，到底是什么样的欲望让人类开始吃死吃肉？又是什么样的动机造成人类非要用动物的肉来养肥自己不可？想想看，不久之前你还听到这些动物哀嚎咆哮，坐不定看到他们注视着你。布鲁达特 Plutarch， 希腊哲学家09，吃素的行为应该会赋予那些一心想要将天国带到地上的人很大的喜悦，因为吃素象征了人类对完美道德的渴望是很真切的。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恶毒文豪使人类已经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种蔬菜水果，之所以吃肉可不是因为肉的需要，而是虚荣心的作虫，加上吃腻了这些蔬果，于是开始吃一些不纯净又不方便的食物，买一些活生生被宰杀的动物来证明自己比那些野兽更残忍。布鲁达苦 Plutarch， 希腊哲学家一个国家伟不伟大，道德水准高不高，可以从他对待动物的方式评断出来。甘地 Mahatma Gandhi，
印度国父一二，我常怀疑是什么样的感觉、想法和理由，让第一个人开始用鲜血污染了自己的嘴，容许自己的唇触碰到那些被谋杀的动物的肉，在餐桌上堆满了动物的尸体，还说那些刚刚还活蹦乱跳、有意识、有声音的动物是平日盘中孙。布鲁达特 Plutarch 希腊哲学家1-3，如果屠宰场有玻璃墙的话，大家就会开始吃素了。知道我们没有造成动物受苦，可以让自己好过些，也会让动物好过些。保罗·麦卡尼，英国披头士合唱团及琳达·麦卡尼14对我而言，羔羊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一样的珍贵。我可不愿意为了人类的身体而取走羔羊的性命。我认为越是无助的动物，人类越应该保护它，使它不受人类残暴侵害。甘地印度国父礼物我们不吃那些为了我们而被宰杀的动物。在经历了那么多世事之后，我们现在非常珍惜生命。保罗·麦卡尼，英国披头士合唱团及琳达·麦卡尼16以下两种人绝不会是好人，一种是挥动武器的人，另一种是大啖肉食的人。体路特鲁金印度教授早17，无论是任何时期、任何地方，我都不认为肉食对我们来说是有必要的。甘地印度国父一发什么是好的行径？好的行径就是能够反映如何避免残害其他动物的行径。体路特鲁金印度教授早191个人如果向往正直的生活，第一步就是要禁绝伤害动物。托尔斯泰鄂博文曹20一只死在草原上的牛或羊会被当成腐尸，同样的死尸打点后挂在屠夫的店里就被当成食物了。约翰·维凯洛医师 John Harvey Kellogg 21， 何谓有道德的行为？就是绝不残害生命，因为杀生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体路特鲁金印度教授早22，为什么辜负大地的美意？好像它提供人们的食物和养分还不够呢？难道人们不觉得把大地赐给我们的蔬果和被残杀的动物鲜血混在一起是一种很羞耻的事吗？我们称狮子、老虎、蟒蛇这种肉食性动物也蛮凶残，但是他们残杀别的动物只是为了生存，人类却为了不必要的虚荣和罪行而残害动物。布鲁达特 Plutarch 希腊哲学家2-3，我决心杜绝吃肉。1年后，我不但轻轻松松就能节制饮食，而且感觉很舒服。
塞尼加 Seneca 著名文学家24动物是我的朋友，我不会去吃我的朋友。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英国剧作家25我觉得当心灵发展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将不再为了满足食欲而残杀动物。甘地 Mahatma Gandhi 印度国父26我深信吃荤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对身体健康也有害。再说，吃亏是不道德的行为。约翰哈维凯洛伊吃 John Harvey Kellogg 27我不吃有脸的动物，我就是不吃任何有母亲的动物。佛莱的罗杰 Fred Rogers 28肉食不能提供人类最好的营养，也不是我们老祖先所吃的食物。人类所必须的营养当中，没有一样是只能在肉类食品中找到，却不能由蔬果当中摄取的。约翰哈维凯洛伊吃 John Harvey Kellogg 29我认为肉食对于人类通常生活所可能遇到的任何场合来说都是没有必要的。甘地 Mahatma Gandhi 印度国父30对于上帝伟大的主人所创造的万物都要仁慈怜悯以待，不可以殴打或施加痛苦于那些动物、野兽、小鸟，甚至昆虫身上。绝不能拿石头丢狗或猫，也不可以杀死苍蝇或飞蛾。台西顿 Safachevidian 中古时期希伯来书籍31我打从心底知道，吃那些被长来吃没有机会长大的动物是病态的，因为你吃的是一些可怜虫，一群苦命的动物。爱丽丝华特 Alice Walker 32我个人认为单凭素食对人类性情的影响，就足以证明吃素对全人类有非常正面的感化作用。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33即使屠宰场秘密地藏在几百外的地方，你只要吃了肉，就等于是共犯的行为。爱默森34除非你能够拥抱并接纳所有的生物，而不只是将爱心局限于人类而已，不然你不算真正拥有怜悯之心。释怀者 Albert Schweitzer 德国大慈善家35有思考能力的人一定会反对所有的残酷行径，无论这项行径是否深植传统，只要我们有选择的机会，就应该避免造成其他动物受苦受害。释怀者 Albert Schweitzer 德国大慈善家36大家总是拿人类自古就吃肉来当作继续吃荤的借口。如果照这逻辑来推断，那么我们应该也不能阻止人类互相残杀的行为，因为自古以来人类便一直这么做。艾丰特拉许为
星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7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山西爱上帝创造的万物所有的一切及每一粒沙粒，爱每一片叶子，每一道上帝的光，爱所有的动物，爱植物，爱一切事物，爱所有的动物。上帝赋予了他们基本的思考能力及平静的喜悦，因此不要引起他们的不安，不要虐待他们，不要剥夺他们的喜悦，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路斯妥也夫斯基 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著名思想家3除非人类能够将爱心延伸到所有的生物上，否则人类将永远无法找到和平。释怀者 Albert Schweitzer. 德国大慈善家39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旁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要别人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道德观在西方世界一直仅限于人与人之间，这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应该要有无界限的道德观，包括对动物也一样。释怀者 Albert Schweitzer. 德国大慈善家40如果我们比动物高等的话，那么我们重复动物的行为就是错误的。甘地 Mahatma Gandhi. 印度国父4在我心中有一股坚定的信念油然而生，除非有不可避免的理由，我们没有权利在其他动物身上加诸痛苦和死亡。我们应该觉得在无心之下造成其他生物的受害和死亡是件非常可恶的事。释怀者 Albert Schweitzer. 德国大慈善家42大地带给我们的树和草是我们的福气。人类的嘴里没有沾满了鲜血，也是一种福气。霍维德古罗马诗人43我个人对于人类是否能很快的结束对动物生命的漠视颇为悲观。我有时候甚至担心我们又会回到猎杀人类的时代。我个人认为，只要人们让动物苍前一天，世界和平就没有到来的希望。猎杀动物和希特勒制造毒气使史达林建造集中营等残暴行为之有一片之隔，但是这一切的举动都被冠上了堂而皇之的社会主义字眼。只要人类不放弃拿刀枪毁灭弱势动物，正义点没有到来的一天。艾丰克阿许维钦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7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44如果人类不压抑自己的七情六欲的话，那么他应该会以爱心善待动物，因为对动物残忍的人对待人类也一定不会好到哪里去。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对待动物的方式
来断定他的心地好不好。康德 Immanuel Kant 45. 如果人类对正确的生活方式的渴望够热切，他们就会开始结婚。简单的说，失婚是不道德的，因为失婚需要靠违背道德的行为杀生来达成。只有贪婪好吃的人才会这么做。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俄国文豪46基督教对素食的辩证很简单，既然动物是属于上帝的，对上帝有价值，而且是为上帝而活的，那么没有必要的残害动物行为便是有罪的。总之，动物有活着的权利。安的鲁林记博士 Dr. Andrew Lindsay 47. 许多人对动物的漠视、无情和轻蔑态度是邪恶的。首先是因为这样的态度造成动物极大的痛苦，其次则是因为这种态度造成人类心灵极大的损伤。艾希利蒙特和48支药是确实的实验都说明，任何一种生理或心理的疾病都能靠吃素和喝纯水而减轻病情。雪莱 Percy CSH number Simley. 英国著名诗人49行诗祖戒杀生。孔子至圣先吃50把肉类当作生活必需品是很愚蠢的错误。所有人体需要的养分都可以依靠素食供给。事实证明，有些吃素的人甚至更健康、更有活力。我知道荤食这种随处可见的饮食方式不但浪费资源，更是邪恶的根源。我深信，这种饮食方式比喝酒更能助长体内恶魔的滋生。强力汤普生 Henry Thompson Electro 51. 没有地方比见满鲜血、充斥受害者哭嚎声、撒满一地尸块的厨房更令人触目惊心了。亚历山大托普 Alexander Pope. 英国著名诗人52，无论是对健康、对运动、对生活来说，吃素都是绝佳的饮食方式。素食带给我充沛的体力和活力。事实上，我可以从素食中摄取到所有能让我保持巅峰状态的能量。罗伯·米勒 Robert Miller. 世界级职业自行车手53在人类逐渐进化的过程中，不再吃荤是宿命的一部分，就像以前野蛮民族接触文明生活后便不再吃人肉一样的道理。说罗 Henry David Thoreau. 美国诗人兼短文作家54对于未来，每个人有不同的理念，有些理念驱使人们领悟事理，并迫使他们改变生活方式。这些理念包括解放奴隶、赋予女性平等地位、停止杀生等等。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俄国文豪55自从开始吃全素后，
我跑步速度进步不少。全素的食物是很理想的，它包含了大量的胡萝卜素、沙利伊斯德 Salicylate 世界级欧洲金牌的马拉松选手56，我不需要杀生，或要别人杀生。另一个生命便是我最大的支柱。克里斯坦伯 Chris Campbell 美国奥林匹克奖牌得主伍希，我相信任何一个曾经认真维持自己的才能，或是尽力保持诗人气息的人，都一定曾经戒绝过肉食。说 Henry David Thoreau 美国诗人兼短文作家58人的确是万兽之王，他的残暴胜于所有的动物。我们靠其他灵的死而生活，我们都是坟墓。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誓再也不吃肉了。总有一天，人们将视杀生如同杀人。达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59所有证明人类较为优越的论调都不能改变这事实，动物和人类一样能感受到痛苦。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 动物权益倡导人60，我22、3岁的时候开始吃素，因为我有一次去巴黎，穿过一个叫做黑利斯的市场，看到了一排又一排的动物死尸，就这样我开始吃素了。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沾肉食。坎蒂活跟 Candice Bergen 演员61，对我们来说，古希腊人能清楚地明白是非，与不能留意到奴隶制度的不道德，是很不可思议的。也许3000年后代也会对我们竟然无法了解压榨动物是不道德的行为感到无法理解。不依不若非 Bridget Brophy 英国小说家62，如果我们能学着去关爱其他的生物，就会学着去关爱自己的同类，那我们就终于可以重拾人性了。法利莫维特 Farley Mowat 加拿大作家63菩萨安德好心肠在内心滋生茁壮，这些都远超过教会和学校所教导我们的东西。在教会和学校，我们通常学到的是一些见解狭窄、盲目、无知、毫无爱心的教义，告诉我们动物没有意识，没有灵魂，也没有被尊重的权利。动物只不过是用来当宠物，让人教它屠宰和奴役的。约翰米尔 John Muir 作家64法律和公正的约束不应该仅限于人类，就像仁爱应该延伸到每一种生物身上一样。这种仁爱精神会从人心中真正流露，就如同泉水会从流动的喷泉中涌出一般。布鲁达特 Plutarch 希腊哲学家65一种健康而且免受人道的素食饮食方式，
何以挽救生命并节省金钱？却而喜克林顿第二克林顿的女儿66，如果他们会说话，我们还敢杀他们吗？伏尔泰 Voltaire, 法国哲学家诗人67，我认为素食者所产生性情上的改变和进化，对人类都有相当好的利益，所以素食对人类很吉祥。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68, 人无法不伤害生物而得到肉食。一个伤害有知觉生物的人，将永远得不到天佑。所以避开肉食把马奴印度教规创始人69肉类对身体有害，无论它是影响肉体的哪个部分，对心灵与灵魂也会有相对的影响。艾伦居怀特70吃肉正是一种没有正当理由的谋杀行为。丹杰明富兰克林家营家妻死肉应该加以埋葬，而不是加以食用。特妻海德伪装者主唱72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淡而加以菜出豆腐，此等之食料，为今日卫生家所考的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故中国穷乡僻壤之人，饮食不及酒肉者，常多长寿。孙中山中国国父73，我并不是基于健康的因素才吃素，成为全素者是基于道德的因素。素食主义绝对会变成全人类的运动。迪克·葛列格清教徒与人权领袖74让提倡肉食的人们亲身经历这样的经验，如洪福路塔克所提议的，用他们的牙齿来撕裂一只活生生小羊，将自己的头埋入死尸的心脏中，以流动的血液满足自己的饥渴，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是言行一致的人。雪莱天然饮食的佐证，75动物在吃，你也在吃；动物在睡觉，你也在睡觉；动物在保护自己，你也在保护自己；动物有性行为，你也有性行为；动物有小孩，你也有小孩。你有住的地方，它们也有。如果动物的身体被割到，就会有血冒出；假如你的身体被割到，就会有血冒出。所以这一切的相似性都呈现在眼前。那么为什么要否认相似点，也就是灵魂的拥有呢？斯拉布86，有些人说我们相信动物是没有灵魂的，那是不正确的说法。他们相信动物没有灵魂，是因为他们想要吃动物，但动物事实上是有灵魂的。斯拉布87，现在我可以平静地注视着你，我已经不再吃你了。法兰斯卡夫卡西巴，假如像我一样
从少年的时候就致力于保护动物的生命，对我来说，正是一种特别的喜悦，因为向生命致敬的一段伦理，即显示出对动物的同情与怜悯。此种经常以感情来代表的情绪，也是有思考的人类无法逃避的责任。爱国特使怀哲医生1875以1965年79米教过孩子关于动物的一切毛，像是小猪、小羊、母牛、鱼、小鸡，然后又用这些动物作为孩子们的午餐与晚餐。坎蒂斯贝根 Candice Bergen 演员巴林痛就是会痛，不管它是施加在人类或野兽的身上。韩福瑞布梅博士我会纳闷到底是哪种情况，以及何种心态会让人们想将自己的嘴去接触死亡动物的尸体，用死亡全腐的肉来设宴，并将那些曾经吼叫呐喊移动且生存过的部分称为食物与养分。请让他们拥有应有的权利，或者自己应有的一生。普鲁塔克时有希腊作家82对印度人来说，牛即代表神圣的母亲，因为它供给他们奶水的方式象征着纯洁与宽容，而且供给奶水对孩子而言亦属于营养的基本来源。罗宾温特83问题并不是他们会不会讲理，也不是他们会不会讲话，而是他们会受苦吗？杰瑞米边庆84没有一种宗教不充满着爱心，人们还会谈论自己有多喜欢自己的宗教，但是宗教要是没有教导人们对待动物要如同对待人类一般仁慈，那么它就全部都是虚伪。安诺山威尔85人类对非人类的暴政已经造成庞大的痛苦与折磨，这种痛苦与折磨可媲美白人对黑人几世纪以来的暴行。彼得辛格动物权益倡导人86当有如此多的替代品时，我不知道动物有什么理由应该被宰杀以作为人类的食物。毕竟人类是可以没有肉而活下去的。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西，无论是哪种自由，假如你想为陪伴自己的宠物寻找一份更健康的食物，请别使用来自屠宰场的产品。奈特克拉佩医学博士我衷心相信，只要继续残杀动物，我们也会遭受到同等的命运。正如萧伯纳所言，残酷所产下的14即为战争。乔治男孩像人一般的取用搭救、榨取与利用动物，不见容于任何怀有怜悯之心的宗教。
以核心各动物权益倡导人90迈向对所有生存的万物都能怀着爱意与同情心的世界。素食主义正是其中主要且可达成的联系。维纳斯·蜜雪儿·卡瑞91因为素食主义有益于整个行星的环境，减轻了动物的痛苦，让我们更加健康，而且我能安心地吃着自己最爱的道德食物。凯琳·史翠洛斯92动物体会喜悦和疼痛的方式与我们人类颇为相似，他们也有面貌和家庭。请怀着这股同情之心，享受一个快乐健康的人生吧，并将此种知识与你所爱的每个人分享。请对自己与其他人诚实，并诚挚地向众生允诺，绝不再杀生了。乔治亚特魁啤酒3到处都买得到水果、坚果、地及蔬菜，为什么要吃宛如兄弟姐妹般的动物呢？海伦·尼尔林，美好生活的简单食物就是吃素后，你的身体会被洗涤干净，你的心灵意识会更加清楚，你和周遭的环境会更加贴近，你将能够升华到另一个境界，超脱原来知识为了营养的层面而吃整理素，开始回顾及思考的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残杀这些动物呢？史蒂斯·威廉士演人间健美小姐95，我们照顾这些富贵病及营养过剩的疾病所花的钱，足以帮助并满足那些需要基础健康医疗却没买保险的人。伦达·怀特博士、苏珊·诺哈瓦拉，社论作家与巴尔的摩素食来源组织顾问96素食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心灵革命，素食亦是放下图利的一种形式，对于自己的精神宣示，不再沉沦于物质的深渊。黄怡，资深记者、作家，97抽烟、喝酒、吃肉往往是构成一套的极坏习惯。这3种可怕的习惯将招来很大的不幸与贫困，人陷于其中等于受物欲所左右。于是把明坏的悟性和善良的感情都抹杀了。希尔斯98，当你看到被带往屠宰场的动物那种无助的样子，你为什么会感到痛苦呢？那是因为在你心底深处感觉到杀害不会反抗而且无罪的动物是多么的残酷和不义。听从你内在觉悟的声音吧，避免肉食，勿以杀害无罪的动物为乐。斯特鲁威99，目前大家对人肉都感到恶心，将来对兽肉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拉马丁100，如果你已决定吃素，那就不要因身边亲友的攻击、指责或嘲笑而改变主意。若人人皆可吃肉，吃肉并不算什么，
肉食主义者也就不致攻击素食主义者了。肉食主义者其实心里是不安的，因为目前他们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吃肉的罪过，但他们始终没有能力让自己脱离这种罪过。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英国剧作家 http://244.244.2tau.com.tw/list@shreckley.do post.it =42700